這聲真相找到理想，開心高聲歌唱，快樂率真每一個貴賓，能令人相當興奮。爵士音樂氣氛夠晒好，叫這裏發生在歡樂國度。隨這樂韻流腰肩膜拜，來吧盡情地投入一起愛。真係估唔到王子都會有細佬㗎喎。弟弟，你話你今年幾歲話？我今年6歲半。好啦，咁我等你大個仔啦。